自从2025年6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回应大使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10到11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。提奥菲罗先生，伫我所写的头一本册，我已经有将耶稣所做、所教示一切的代志，对开始工作直到上天迄日，拢有讲起。伊上天以前，有通过圣神将真侪代志指示所拣选的使徒。耶稣甲因做伙的时，有吩咐因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照我捌甲恁讲，着听候爸的应允。约翰用水甲恁洗礼，毋久阁无几日，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。使徒甲耶稣自责的时，问因讲：主啊，你要伫即个时将主权恢复互以色列是无？伊甲因讲：爸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，毋是恁通知的。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能力，伫耶路撒冷、全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伫因得看的时，受接上天，有一片云甲伊接去，因就看袂到。因还伫注目看天的时，忽然有2个穿白衫的人徛伫因身边，讲：加利利人啊，恁哪徛伫遮得看天？即位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，恁看见伊安怎上天，伊嘛会照安尼过来。回应大使命。马太福音25章记载，耶稣伫3个仆人的譬喻中讲到，天国可比一个人要出外旅行，就叫伊的仆人来，甲产业交互因。伊照逐人的才调，交金币互因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，就出外去。照逐人的才调，是指对上帝来的恩赐。依照逐个人的专长，无论上帝交互咱偌济，咱拢应该善用家己的恩赐、能力来服侍上帝。1807年，美国布朗大学颁授予威廉·克里名誉斯拉博士，表彰伊对宣教的贡献。威廉·克里出身伫英国贫困的家庭，14岁开始做会唱师仔，后来对圣经产生浓厚兴趣，自学拉丁文、希腊文、希伯来文等古典语言，阁有德文、法文等现代欧洲语言。26岁的时，威廉·克里受按立做牧师，伊一直甲耶稣的大使命藏踮伫心里，时常为世界的宣教祈祷。28岁，伊受聘做莱斯特浸信会牧师，极力推动向世界宣教的理念。1792年，伊伫北汉普敦区浸联会中讲道，激励会众参与印度宣教行动，向上主求大事，为上主做大事的名言。虽然互与会者受感动，却无人有行动。威廉·克里长路时讲一个譬喻：印度就亲像幽暗阁深不可测的矿坑，我愿意去救遐个在要沉沦的灵魂，但是有啥人愿意伫地面上
揪掉迄条绳仔咧。主席弗勒牧师受到感动，首先承诺支持社会的工作，也点到近代宣教运动的火焰。威廉克利伫印度塞伦坡宣教期间，将圣经翻译做包括孟加拉语、印地语和梵语等20外种语言。伊伫印度宣教超过40年，和同工设立126间的教会和济济宣教车会。134年，伊伫塞伦坡过身，享年73岁。蒙彼克写：我是散赤、可怜、无助的通托，我勒踮主慈爱的手鼓中。摘掉杜拉米斯迄粒文有权柄、能力、力量、才干的意思。耶稣叫我上天的时，捌应阮门徒，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能力。伫耶路撒冷、全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其中对圣经得到的能力甲才调是共一个字。伫威廉克利的生命中，咱看见宣教热情，伊用一生用上帝所赐的才调甲能力，完全忠心地回应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，向上主求大事，为上主做大事的宣言，到呾要激励每一个领受大使命的基督徒，拢会当领受圣神的能力，为上主做大事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善用上帝所赐的能力，忠心服侍伊，搁积极参与宣教的事工呢？我是毋是愿意善用上帝所赐的能力，忠心服侍伊，搁积极参与宣教的事工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教导我善用你所赐的各样恩赐，借着圣神的能力回应呼召，为你做大事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